朋友咧，我哋係爭取咗呢個普選時間表，19年到2007年咧已經可以落實。林瑞麟，好，咁啊，我哋喺網站同埋所有收費台都會播出嘅繼續嘅討論，好嘛？咁就局長唔好意思，剛才插咗你繼續講埋啲未完嗰句説話。我咧就係話，即係呢個2007年嗰個普選時間表咧。如果大家係從1988年講呢個爭取落實呢個地區直選嘅運動咧，係啱19年。有人會認為係長，有人會認為係短，但係對我哋嚟講咧，最緊要咧係真真確確有咗個普選時間表，可以從此咧嚟到落實。好啦，我哋台上再討論5分鐘，跟住就落台下，好嘛？劉永興舉手。我想回應局長好開始嗰陣時講，佢話你哋要廢除功能組別，立法會又唔夠票。或者你要加都唔夠票，但係佢好似忘記咗，唔係好多年前民建聯同埋自由黨寫咗喺黨綱嘅，係07、08雙普選嘅，當時大家都同意㗎。其實嗰啲功能組別或者民建聯嗰啲人係咪真係話我點樣反對呢？其實我哋好多市民相信，如果北京同埋嗰啲財閥話得啦。咁佢哋就會投票㗎啦，所以咧你唔好次次搬嗰樣嘢出嚟啦，林瑞麟嗰班人好多時都係中聯辦同佢開會，或者叫佢咩有事，你都要嗌中聯辦同你箍票啦。所以咧，其實咧而家最緊要就係同北京講，我哋香港人係要2012雙普選，好冇？其實北京嘅做緊乜啊？不過咁樣，北京嘅你唔好屈得就話。阿爺衰雞一定跪低。你哋而家做呢個終極普選聯盟咧，你哋自己咧亦都同不同嘅建制黨派有溝通，你哋亦都直接咧知道建制黨派咧對呢個落實普選同埋對功能界別嘅意見咧，同你哋係唔同。阿爺衰雞一定跪低。大家咧係要互相協調、保皇黨成見，先可以向前行嘅。阿爺衰雞一定跪低，保皇黨。大家如果實事求是啲可以睇得到，無論中央、特區政府以至香港市民咧，係冇人反對民主，冇人主張獨裁，但係我哋香港嘅民主政制嘅發展一定要沿住法治嘅軌道，唔可以脫離基本法，唔可以脫離人大常委會嘅憲制性決定咧，就另搞一套。所以我哋已經同大家係要睇到5步曲嘅時候咧，有3步咧係喺香港嘅。第1步曲、第3步曲、第5步曲係關乎行政長官提出，立法會2/3嘅多數通過同埋行政長官同意。所以喺呢個即係1、3、4呢幾樣嘢當中裏邊嚟講咧，如果我哋冇妥協精神啊，淨係第3步立法會2/3嘅立法會議員通過咧，已經搞唔掂嘅話啦。即使到咗2017、2020年啊，中央係俾我哋普選行政長官、普選立法會，但如果我哋第3步曲裏邊咧已經係搞啱嗰個時候咧，係咪會一定有普選咧？咁呢個責任就唔喺中央，我頭咧喺香港人嗰度。其實咧喺人哋討論裏邊咧係政府係表達咗有啲可能會鬆動嘅地方嘅，譬如話就係同嗰議員咧有足夠票數咧，就係提出嚟嗰個取消呢個區議會委任制咧。支持嘅方案嘅話咧，大家即係可以有得傾咁。其實呢一類咁嘅即係所謂罅位係咪可以將佢攝到一條出路出嚟咧？阿楊，我覺得呢一種咁樣嘅交易咧，實在聽見都令人可滾嘅。你諗下，取消委任區議員，呢個係97年已經取消咗㗎啦，臨立會加翻。我哋1人1票咧就係選我哋嗰個區議員，但特首一個人可以委任102個區議員。你話呢啲唔公道嘅嘢10年前就應該取消㗎啦，政府咧就唔肯取消，然後佢就話：喂，你啃一個完全唔民主嘅一個2012嘅方案咧，我先做一啲我10年前就應該做嘅嘢。你話係咪可以指意呢個政府主持公道咧？所以頭先阿劉慕雄話叫我哋咧實事求是，阿卿姐就話叫我哋咧就發聲。你諗下，即係事實上你依靠呢個政府主持公道，你依靠財團幫你主持公道，你不如自己依靠自己去主持公道。